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被害者甲警察来合作，顺利逮捕到诈骗集团。南投的警方接到一个小姐来报案，讲伊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，哄骗100多万。诈骗集团又搁甲伊约伫个素食店来见面，要搁继续甲骗投资。警察就将计就计，甲被害人讨好势，互伊去甲对方见面。啊，原警就伫个隔壁道假做人客，搁点一份鸡肉钱伫个遐。哪食哪监控，果然无互因发现，成功把诈骗集团的成员藏起来。警察，你在干嘛？卖币哦。卖币？这什么钱？警察行过去，伫咧素食店内底抓到诈骗集团的成员，当伫咧共骗。手机拿出来。小姐，他跟他交易什么？卖币。警察敲出诈骗集团成员牌仔内底10万块，这就是证据。伊阁想要赚，囝仔无事，毋过伊无想到，伊和对面这个被害者诈骗交易的过程，拢靠警察给录落来。时间回到半点钟进前，警察和被害者配合，被害者伫咧素食店内底等诈骗成员，警察惊是人客，点餐来吃，哪食哪甲因看。为了诈骗集团出现，一千歪写字QR code为牌仔内底摕笔记型电脑含资料，爱被害者写含挡手印。伫咧过程内底，警察拢真细腻，就惊扣嫌犯知影讲伊是警察。伫个嫌犯钱收落来，牌仔排起来要走，警察才随徛起来要解抓。被害民众以通讯软体投资群组内，遭投资顾问以话术投资购买价值新台币111万元之泰达币，一日前欲提领获利未果，才发现遭到诈骗。被害者因为人面册广告，交入去投资群组，攞100多万，无领着利息，才发觉哄骗。大号诈骗集团佮借出来去素食店拿钱要骗投资，警察收集证据，嘛成功甲人抓起来上班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